即时咱就要开始咱今仔日下早的聚会，请咱三甲闭慢心，安静咱的灵，请奏乐。恁着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摇花唱歌，着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摇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伊伫正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即时咱要来吟诗，请咱看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天父上帝，阮齐声，恶乐称呼你尊名，请起立吟全首。
门兄弟，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11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要三角来启用，请咱看圣诗的后壁面，诗篇118篇，也就是启用文的28篇，伫1049页，启用文28篇。咱三角来启用，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我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气杀的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愿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这是请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阿爸爸，阮感谢你。主啊，你是值得阮学乐的上帝。主啊，你是值得阮尊崇的主。阮通倚靠你，因为若无你，阮袂当做啥物。主啊，阮看见伫即个时阵也有战争的存在。阮相信上帝，你要互即个世间空空。阮知上帝，你犹原要看顾你的百姓。阮恳求你，将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来临到伫乌克兰这个国家，互因也会当领受上帝你的恩典，也互因会当感受上帝你对因的疼。啊，愿你的公义，愿你的和平，伫因的当中来运行，互这个战争会当来煞，互上帝你的话语会当来遍传伫各地。主，阮感谢你，愿你圣神也帮助阮兄弟姊妹。伫阮台湾即时疫情非常的严重的时，上帝你的平安永远甲阮同在。阮知虽然伫阮的兄弟姊妹当中，永远有人有促进，尤其是阮的牧者，也促进阮毋知上帝你的美意伫叨落，但是阮知阮通倚靠上帝你。阮知，阮要放伫祈祷当中，搁较侪祈祷，要来求上帝你
帮赞所有的兄弟姊妹，也帮赞台湾这个土地，互台湾这个土地也会当有上帝你的福音遍传伫逐落，也互因无阁拜偶像，也互这疫情无阁来继续来延续，也互这个国家，互阮台湾拢会当有上帝你的和平永远甲阮同在。主啊，恳求你圣神帮助阮。虽然阮知阮是一个有罪的人，阮知阮常常认为阮行伫上帝你看做好的事，但是毋知阮却常常伫一寡小的代志顶面来犯罪，互上帝你无欢喜。主啊，求你的怜悯也甲阮同在，帮助阮，互阮会当搁较伫上帝你的话语，会当来搁较知影阮应该爱做啥物。也求你圣神也帮助阮的潘牧师，互伊伫今仔日的讲道当中，伊所讲的拢有圣神的同在，伊所传的每一句话，也拢会当互兄弟姊妹心灵会当得到帮助，也互阮会当更较了解上帝你所要对阮讲啥物。主啊，求你圣神伫阮即个会场当中，充满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互阮会当心灵是遥遥来，也饱饱转去，互阮也会当搁较明白上帝你爱阮做啥物，也互阮会当知，阮毋单是礼拜来遮守主日，阮是每一工拢爱守上帝你的话。感谢主，愿你圣神帮助阮，也充满阮。阮将今仔日的聚会全然交托伫上帝你的手，愿你圣神运行伫即当中。阮安尼感谢你，祈祷拢是靠耶稣的名求，阿们。报告。消息的报告。本会消息第一项。本主日是普世丰盛生命协会乌克兰难民关怀主日，敬请兄弟踊跃来奉献，也为因来代祷。第二小会公告，小会公告第一小项、第二小项甲第四小项是甲咱的疫情有关系。每一礼拜咱拢有伫遮咧甲大家讲，所以请咱家己看。第三小项。本会周三的暗时8点祈祷会要改伫主堂聚会，有线顶的直播，欢迎兄弟来参加。第五项，本会定伫6月26日星期日下晡3点，伫本会主堂要举行释教70周年林思温团队彩排感恩礼拜，要邀请兄弟来观礼，为着要统计人数。请参加的伫本主日进前，伫柜台遐来登记。第三项的消息，本会定伫下周日6月19日第二场的礼拜要举行洗礼式。东港的第二场、第三场礼拜是联合的，请有报名参加洗礼的兄弟。东港上午9点半，伫3点3楼的生活广场参加洗礼的说明会，而且请你穿正式的服装。第四项，本会因应即届疫情的严峻，有准备100份的疫情关怀包，要发送予咱有确诊的兄弟姊妹。其中有快筛的试剂150支，是由黄真玲姐妹来赠送予教会。接续我报告具体消息，成林牧区要定伫下主日6月19日下晡3点，要伫3楼的图书室召开小组长的会议，敬请各位小组长准时来参加。第二项，真爱人幸福学堂，因为疫情的严峻，咱也拄即马开始，到6月20日暂时所有的课程。实际上恢复上课的课程的日期，咱日后会阁公告。第三项合作社，第一小项青年创业贷款专案利率有3年息3厘，囡仔年满20岁
以上甲45岁拢会当来申请。咱甲11月30日查止，或者是迄个名额满，咱就暂时受理，无搁受理迄个申请。第二小项，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利率有年息 1.8%， 欢迎社员有意愿要贷款或者是要转贷的，会当向合作社来洽询办理。第四项，为冲教会附设幼工幼儿园111学年度要招收小班的学生啊，满3岁的幼儿，咱有保留3个名额，互咱教会会友的子女。有意思要读的，请你来洽询幼工幼儿园的办公室。接下台岛的消息，咱请潘牧师。公道的消息。台岛的消息，请咱家己看，咱也为因来祈祷。接下咱要来共读上帝的话。咱要来共读马太福音25章拄32节，咱要看到46节。伫8月31页，台语汉语本32页，和合本37页。马太福音25章，咱要对32节看到46节。我来读。自10000邦伫伊的面前，伊就要分别因，亲像牧者分别绵羊离开山羊，将绵羊下伫伊的正边，山羊下伫伊的倒边。这时王要甲正边的讲：恁对我的爸得到恩典的，进前来成结果，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甲恁备办的，因为我枵恁捌互我食。我喙焦，恁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脱马腿，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看顾我；我伫家内，你来找我。这时义人要应伊讲：主啊，阮什么时看见你枵来互你食，喙焦来互你啉？什么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住，脱马腿来互你穿？什么时看见你破病，也是伫家内来找你？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惊伊伫我的兄弟至微细的一个，就是惊伊伫我，搁要甲倒边的讲：恁受咒诅的，就离开我，入永远的火，就是为着魔鬼甲伊遐个所食所备办的。因为我枵，恁毋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毋捌互我啉；我出外，恁毋捌互我住；我脱马腿，恁毋捌互我穿；我破病，甲伫家内，恁毋捌看顾我。因也要应讲：主啊，阮什么时看见你枵，也是喙焦，也是出外，也是脱马腿，也是破病，也是伫家内，来无服侍你啊！伊就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无惊伊伫遮个至微细的一个，就是无惊伊伫我。遮个人要入去永远的刑罚，若是义的人入永远活。愿上帝话点伫咱的心内。这时讲道，咱要请潘牧师，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心软的人有福气，心软的人有福气。咱欢迎潘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有食早顿无？我还未食呢，所以我摕一块放在台仔顶。这放吼，看起来是软的还是甜的？软的对无？
哦，芳芳真好食，内面佫有包鸭吼。后来我想讲吼，买这红豆面包吼，买这红豆仔芳吼。哦，我真爱食内面有包鸭的，毋知绿豆也是红豆，也是即个甜吼，也是包肉酥，拢足好食啦吼。所以咱第一场的迄个兄弟吼，咱的喙齿较无好，无亲像少年人共款。所以咱若是要食芳，爱食甜的，还是食软的？当然嘛是爱食软的，内面有包鸭拄仔好嘛，对无？佫较好，较营养、较健康嘛，较好食，对无？所以咱早起的时阵简单食，但是爱食较健康的。简单食就是爱食软的，较好食、较好入喙的，较好吞的，对无？所以毋通吼，这外国的面芳吼，甲咱都无共款。我看芳吼甜翘翘的，无遐好食呢。内面我无包啥物物件啦。我伫美国的时阵吼，又定去买芳，买甲家己的册，讲会奇怪，因为美国的芳哪会遮歹食呢？佫贵佫歹食佫甜啦吼。尤其是有一种芳吼，毋是美国是法国的，或者法国面包啦，有看过无？长长啊，安尼甜翘翘安尼，酷安尼啦吼。有够甜的啦。即摆佫有改良过哦。早前我细汉咧食即个法国面包的时阵吼。咧剥食一喙，剥足久，然后再配水，剥足久，两三喙啊就饱。落尾吼，我就想看见一个笑话是安尼讲吼，有一个人早去买早顿啦，结果吼，伊就看见迄个，哎哟头家甲人相拍甲安尼规身躯安尼，我讲，伊就讲头家伊是安那啦？伊若安尼甲人冤家甲人相拍安尼啊，伊讲好。透早一个人甲我找麻烦，讲，哎哟，啥物人来甲你找麻烦？找啥麻烦？伊就讲阮店所卖即个油条啊，咱讲油条你知影？油车粿安尼甲大听有嘛吼？油车粿是阮北部的讲法呢，油条啊，敢若即个人甲油条，或敢若甲伊软整安尼啦，听有啦吼。我台语无好啦吼，所以讲我这油车粿吼，这个人油，我店的甲我讲，我买这油车粿，甜酷酷，拢甲袂叮当，安尼大声反话，我生气，我就甲伊冤家相拍，结果安怎？伊头壳破去天三尖，喙齿落骨落起，哎哟，伤到遮严重，你是提啥甲拍？就阮店的油车粿甲拍。所以真正有定就对啦，真正有定就对咧。所以讲咱老大人爱食软的，内面有包鸭，食起来甜甜真好食，一个真幸福的感觉。以前阮妈细汉时阵定定抱我的小弟，我小弟到超5岁所以伊定定佮甲伊抱起来，就是咧摇囡仔时阵，就咧笑讲心肝囝，金柑胡椒饼，你有听过无？有嘛但是听阮妈你念即句的时阵，感觉真好笑。讲安那是叫金柑胡椒饼是啥物意思？心肝囝，金柑胡椒饼。结果阮妈就甲我讲金柑你问食过一种糖仔做金柑无？我问阮张咯，即马感觉有咧卖迄个金柑糖啊？有嘛咱张咯迄卖糖仔的顺良张咯迄糖果奶奶。金柑你有食过无？有嘛金柑柑落去，足大粒内面外口佫有糖啊，佫包一个砂糖、白糖柑落迄一粒细汉时食迄粒柑规工，知影？甜规工啊！意思是讲啥物呢？我若是抱着我这囡仔哎哟，真敢若亲像食金柑共款我是甜蜜欢喜几落工我是甜蜜欢喜真规工安尼啦。胡椒饼啥物意思？有食过无？胡椒饼就是拢用，你有食过看过胡椒饼安怎做无？包胡椒，包鸭以后，甲搭伫迄个壁炉边啊，用火炭去烧去烘。迄古早味真正有食过，有啊有我问较少年的少年的可能毋捌食过少年的。迄落咱张了有食过无？林美张了你有嘛？你有看过嘛？即马搁咧卖，倒位咧卖？喺公园等下甲我报一下足久无食迄个古早味迄胡椒饼较大的意思是讲
甲你打紧换换安尼啦，真温暖啦，来扛起来内面烧烧啦。若是抱着我的心肝囝吼，真甜蜜，然后心内真温暖，真真高水安尼，真有感觉啦吼。所以咱今仔日所讲的，就是心软的人有福气。咱的心爱柔软，心软的人就较有感觉，过了较快乐，过了较快乐。那心若硬的人吼，较无感觉。你甲问讲，好不好吃？伊讲还好。好不好玩？就普通呗。快不快乐？还可以。奇怪，你讲这个话，就想要甲打落，你知道？好奇怪呢，敢若伊的感觉敢若无去，敢若歹去啊。你甲问讲，这有好食无？还好啊。我别来互你食无？凊彩啊！你想要食啥？拢会用的，拜托的。你安尼，你共人用了足歹，帮你处理物件，帮你买物件，足痛苦的操！足痛苦的。你若是全国较好的物件，拢还好，还可以，普通。伊敢若伊个感觉歹去啊？为什么？因为心情定啊，心情硬啊。伊问伊啥物，伊拢无感觉，敢若感觉伊的感觉敢若歹去啊？毋是家己无感觉，伊对别人的痛苦也是无感觉。所以咱今日的经文就是耶稣将人分做两边，用绵羊甲山羊来做比喻。绵羊甲山羊袂当饲做伙草，因为伊若食草的时阵，山羊会甲踏，会用脚去踏这个绵羊。像绵羊都拢会安尼咩，搁受伤啊吼。所以绵羊若甲山羊饲做伙，会死袂活。为什么？你食饭的时阵，迄个山羊就会甲踏，甲抢物件食。所以山羊伊迄个个性较无好，绵羊个性较温柔、较温顺。所以绵羊做伙的时阵，伊会互相相让，然后会当做伙行动，山羊就无共款啦。所以讲柔软的人是啥物款的人？伊是会当体会别人的无方便，伊会当看见别人的痛苦，伊会当了解别人的痛苦的人啊。但是山羊是啥物？我偏偏就是要安尼做，我偏偏就是要安尼做。为什么？伊家己当做世界的中心吗？所以一边是对别人的痛苦有感觉，一边是对别人痛苦无感觉的人。心软的人会得到上帝赏赐。心定的人会受到处罚，所以耶稣所讲的财主甲列撒罗的故事，敢袂记的？这列撒罗国活的时阵，大财毋是这个财主国活的时阵啊，逐工都是山珍海味啊，甲食到有够好的啦。总是伊伫伊的桌仔骹有一个囡仔，叫做列撒罗。真可怜，一顿烧的，一顿饭无好好食咧，拢是咧捡啥物？财主桌仔顶落落来，这物啊！伊遐捡起来食。有时遐财主挑过等我捧，挑过等我骨头啊！伊要捡的时阵，佫有狗来甲伊相抢，佫有狗来甲伊相抢食的物件。这个囡仔可怜啊！为什么伊会入去财主的兜？毋知。为什么财主会互伊伫这个桌仔骹讨物件食？毋知。总是这两个人做伙死去埋葬，见上帝去。但是两个人的结局无同款。咱看见讲，这个财主伫咧啥物所在？伫咧阴间受苦啊！伫咧阴间受苦，够艰苦呀！喙焦，我照盐的火，永远咧甲我烘，咧甲我烧，艰苦。咱人若是无啉水一夜就翘变自去安尼。咱若是无食饭，佫会当冻7天啊！若是无啉水，足紧就死去啊！然后好像我够艰苦呀！已经做鬼啊！伫阴间受苦，死佫死袂去，活佫活袂落，我佫想要走，佫走无所在，佫去。抬头看，哎哟，迄毋是以前伫我桌仔骹讨物件迄个列祖咯，迄个囡仔吗？哎呀，迄个甲破的什么人我的祖公，我的祖先。别来喊，伊甲抱的，我看到迄个囡仔抱着伊伫伊的祖先的即个怀抱当中，伊就大声喊讲：别来喊啊！别来喊啊！拜托一下好无？即个有够喙大啊！你叫迄个列撒罗伊捌我啦！伊捌我啦！伊搁活的时阵
伫我的迄个桌仔讨物件食呢。伊甲我讨物件食哦，我有等我骨头啊，我有等我胖，我有等我鱼啊，迄鱼骨翅啊，互客呢。你拜托诶，我嘛无求啊，上好诶物件啦，我求一件代志啦，用伊诶枕头啊，温我水，来温我来温我诶喙，好无？叫阿伯拉罕讲啥物？这无可能诶代志啦，迄无可能做袂到。为啥做袂到？有一个规矩就是吼，阮无法度去你遐，你也无法度来阮遮啦。咱中央有一个界线啦。咱看到彼此，总是咱无法度去你迄个所在，你也无法度来我即个所在啦，无法度啦。安尼是要安怎办？活的时阵哦，即个财主哦，讲较歹听，嫁一个即个柴帮尔呢。伊咧顶边咧食饭，食山珍海味啊。下面这个囡仔咧受苦，咧破病，咧甲一狗仔抢物件食的时阵，伊无感觉啊，无感受嘛，伊心定嘛。伊对上帝所讲话，伊完全就无感受啊。所以伊甲阿伯人讲，拜托个，拜托个，即马吼，我对面我的兄哥搁活的，拜托你找见一个人去你甲讲，我伫遮足痛苦的。你爱照上帝的命令律法来行，什么叫做上帝的命令？甲即个上帝的吩咐来行。简单讲一句话，讲较济无效，就是心爱柔软，爱对人有怜悯，爱看见人的需要，爱看见人的即个无方便，看见人的痛苦，然后有行动，安尼才有得救的可能。爱对上帝话语爱有感受嘛。所以咱常常看见。咱常常看见，即个新妇甲即个大家大官在中央出问题，就是心定的问题啦。无论即个新妇嫁来偌久吼，咱也是拢甲当作是别人的查某囝。到做啥拢无满意，讲啥拢无欢喜。伊安怎做，你都甲嫌甲倒；做甲倒，你甲嫌甲倒。即个新妇心内拢真委屈啊。无论有带做伙无，过年过节嘛是爱转去。到落尾过年过节，甘愿莫转去。我莫转去，我会惊。为什么会惊？我做甲倒，恁妈妈甲我嫌甲倒。所以若是心硬的人是安怎？心硬的人就是我都无感受啊，这都别人的查某囝啊。无论伊甲我囝结婚偌久，住偌久，是甲我生过囡仔，过孙。甲照顾，我就无感受迄个别人的查某囝，但心软的人会家己当作是家己的查某囝。伊心软的人，就是会疼会落心。三共款，新妇若是甲大家大家当作家己爸爸妈妈友好，即个新妇绝对翁疼会落心，甲停甲底，甲停甲底。所以心定甲心软的人，就是啥物？无共款，就是。伊对人的痛苦是有感受的。第二，伊会当甲别人，即个甲咱做生活的人，当做咱家己厝内的人共款。伊会当听见伊所讲的话，看见伊所讲的代志，伊所做的代志。心定的人真痛苦呢，不过痛苦的，伊真爱埋怨也会甲人比啊。常常就讲啊，哎哟，别人的新妇安怎哦？阮新妇有够嗨啊！你隔壁阿撇的因新妇买一束衫有够好看的因新妇透早起来去菜市仔买一束衫有够好看，互因大家穿呢。阮新妇哎哟，无效啦！一天教人去洗迄百货公司啦，买迄拉热的迄拉什么拉热的衫，我就穿了就无好看。贵三三，哎哟，拢袂轻欠袂开钱你无论对伊搁较好，伊就是甲你嫌甲底就对啊啦。心硬的人就是无论你讲啥做啥，伊就是甲你骂啦。伊就看袂起你的好，看到别人的好，爱比较，爱批评，爱彼此，爱共骂。那心硬的人就是安尼嘛。伊对你所做所讲的好，伊拢无感觉。伊若是你无论做较好，伊就是夹你去嫌到啥物所在去；无论做较好，伊就是甲你嫌就对啊。
心硬的人这个活了真痛苦，因为伊对所有的物件拢无感觉。但是心软的人真快乐，为什么？因为伊会欣赏水的物件，伊来去看见好的风景，哇，这个山，这个海，真好呢。亲像咱今日所吟的这个诗歌，对无？咱早起所吟的第一条诗歌，叫做为着美丽地面，对无？对第一节，感谢上帝到上路尾节，所看见、所听见、所感受、所经历的代志，要感谢上帝嘛。然后咱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阵，咱会当来帮衬伊啊。然后咱会当看见，会当感受别人的痛苦啊。然后咱会当感受别人的生命当中的无方便的所在啊。所以这段时间有这段时间无顺利，因为伊坐轮椅，所以阮定定就是讲，暂时的啦因为伊较慢慢有力啦会当伫厝里行起来，会当家行起来。感谢上帝。迄原本迄医生讲你爱差不多爱3冬的时间3年的时间，才会当安尼慢慢来行路安尼啊。因为伊的迄个肌肉萎缩真严重啦。人若是拢无振动48点钟咱的肌肉开始萎缩啊。你倒伫拢莫振动咯，48点钟你的肌肉开始萎缩。所以咱长辈咱这阿公阿嬷咱这第一场的长辈咱毋通就是逐工伫厝里看电视。你看电视嘛真好啦为即个做咧耍手机嘛真好啦。但是咱千万爱会记的爱爬起来行行的，爱运动者，爱振动者。然后莫讲有的长辈互我小念一下有的长辈讲惊哎哟，我的迄个血压会悬血会落我毋敢食肉，拜托的肉爱食好，鱼仔爱食，卵嘛爱食。有的长辈讲哎哟，迄肉莫互我食我会血落，血压会牙悬我会我头壳会戆暗时困袂去可能早起食一块猪肉所以我今日哎哟无共心内真艰苦。奇怪，你是食偌大底的猪肉，你艰苦甲安尼都安尼拜托的。迄若是我会食迄大粒的红肉，规粒食落我较会欢喜，毋是艰苦。所以咱长辈拜托的。咱爱运动，爱起来，然后莫惊讲食物件，啥物都拢会当食啦。我讲我血落，血压会悬，头壳会戆开，安怎，袂啦，拜托的，惊就惊死啊！你惊着营养就不良啊，逐工就是食一碗饭番薯叶医生讲即摆番薯叶偌好的呢，食番薯偌好的，嘛无叫你啥顿食对无？着啥都拢会当食，欢喜去食，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嘛。你爱爬起来运动，然后你食了营养，爱食了平衡，爱食了好，对无？所以有诶搁较过分的长辈甲我泡面食啦，凊彩食啦，着泡面来食，拜托诶，你久久来食一摆会用诶，但是拜托莫定定食啦，着毋知要食啥，拜托诶，咱毋知要食啥。我甲你讲，若是毋知要食啥来问我啦，对无？毋知讲，牧师，我毋知要食啥，我绝对互你真好的建议啊！看身材嘛知，对无？所以讲爱对人迄个若是心软的人，会当欣赏别人的好啊。若是看到人迄个加薪，还是讲这个加薪然后升级有欢喜哇，这人需要上帝甲照顾。若是心硬的人一感觉就哇，伊凭什么啊？到底伊凭什么啊？为什么伊会当安尼升官加级啊？我都拢无啊！伊凭什么啊？心定的人一感觉咧看别人毋无好诶，看别人这个做无好看别人做了这个，看别人看家己无诶将也埋怨我的同事歹斗阵啦，我迄个主管有够迄个目睭敢青眉，我做到要害逐工加班，结果升官毋是我，是我边仔迄个我的同事呢，奇怪，哪拢无公平啦！这个人永远拢袂欢喜拢袂快乐起来。为什么？定定比较嘛。
别人的囝一个吼，阮那个好朋友吼，因囝一个月日吼摕2万块给伊呢。啊你咧，你摕偌济互我？拜托诶，你摕偌济互我？5000。哎哟，讲到这哦，讲阮囝无路用，切甲，阮新妇嘛是切甲，拜托诶。你若是逐工要甲比较，讲即人比别人较好，我嘛会当比较啊，讲吼，别人迄爸爸吼，哦，你结婚哦，佫有栋厝，佫有台车呢。啊，因爸是啥物人？王永庆啊。啊嘛比人比人气死人，所以毋通讲心硬啊、心定的人就是安怎？逐工拢是看迄无好诶，看迄无诶啊，甲人比较啊，迄就是真正足无好诶嘛，对无？迄真正足无好诶。所以吼，即阵咱著看见吼，即两款人吼无共款。今日经文著讲啥物？真简单，落豆长32节，头仔46节，落豆长将面啊，用羊啊分做2种。绵羊甲山羊，绵羊会当彼此体贴，会当做伙生活。咧食饭的时阵彼此相让，山羊会当会抢，会甲迄个伊搁食的所在吼，伊行过所在，伊甲迄个食过所在吼，伊会甲迄个筋甲挽起来吼，甲迄个草甲挽起来吼，所以迄个经济就无啊嘛，啊就袂搁发啊。啊，但是吼，即个绵羊咧食草的时阵，甲山羊无共款，因食草的时阵，敢若剃刀共款，甲顶面迄层吼剃也平袂平。下面的筋啊，甲经济阁留诶啊，所以过几工哦，若落雨水，还是讲哦土地较淡的时阵，就阁发起来啊。啊，但是吼，这山羊咧食时无共款呀。伊若是食顶面迄层哦，伊连下面的筋甲下面的经济拢也食了了啊。行过所在拢无当好食，为什么？为家己来活尔嘛，对无？家己自私嘛，我食饱就好啊。别人啊，迄别人的代志，明仔载迄明仔载的代志啊。迄别人爱食无？哎，我管你啊！我即摆食饱就好啊，对无？伊无想着别人嘛，无替别人来无感受别人的痛苦，无感受别人的即个无方便嘛。所以才会造成即款的结果。山羊甲绵羊爱分开饲，吼，袂当饲做伙。若饲做伙吼，好诶甲歹啊分开。若饲做伙的时阵吼，即绵羊可怜哦，讲腰甲呢，腰甲落皮包骨共款啊。吼，所以我第2点伊就讲吼，哦，遮个人吼，有诶做好事诶人吼，因会当来入来我遮所讲诶永远活当中。啊，另外一种人吼，入去永远死内面。为虾米？哦，就是哦，我若是枵诶时阵，恁互我食，我喙焦恁互我啉；我若是出外恁互我带，我若坐家恁来甲我看。啊，遮个人就惊吓吼，讲哎，主啊！我都毋捌你呢，我是对保罗彼得的喙当中去听到你的故事。为什么你讲我来接待你？我毋捌接待你呢？因为你若是做伫智美社人的身躯，就是做伫我的身上啊嘛。所以这个25章这真伟大呢。伊甲基督徒应该爱照顾智美社人所做的代志，拢一概讲好。伊甲这个智美社人甲耶稣基督的身份甲。提悬甲耶稣基督同款呢？安尼你有听有无？耶稣是荣耀的君王，耶稣是即个大人君，伊有真大的即个权柄甲能力。总是伊甲智慧世人、可怜的人、痛苦的人，升悬甲教会共地位的所在啊！讲你若是照顾遮的人，你就是照顾我；你若是照顾遮的智慧世人，你就是敢若做一我的亲像共款。另外一种人来啊，恁遮个人啊，害啊恁遮个人啊！哦，主啊，是安怎？啥物代志？我野我恁无互我食，我喙焦恁无我啉，我厝啊恁无接待我住，我坐监的时阵恁无来甲我看。哎呀，主啊，冤枉啊！拜托诶啊，我也毋捌看过你啊，对无？我也毋捌拄着你啊，对无？彼得、约翰、保罗因咧讲的时阵吼，迄早就过了十当前以前的代志啊！啊！我都毋捌看过你，即摆你甲我审判这个无道理啊！耶稣照常讲，恁若无做伫智美世人身上的时阵，看见无感觉，看见无感受，看见就走，这就是无做伫我的身躯啊！所以咱看见即个耶稣讲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一个人吼，即个土匪抢去，倒伫路边拍到要死，半死倒伫路边啊！一个法利赛人对边仔过去，一个文士对边仔过去。这个人是宗教领袖呢，
这人一天到晚伫教会、伫圣殿当中呢，这人这样看起来这样信仰呢，但是对这个滋味世、这个痛苦、碰拍到要死的人无感受、无感觉，安尼敢是有信仰的人？绝对毋是嘛，绝对毋是。所以我自细汉我就是一个真自私的人啦，我是真自私的人。哎哟，牧师，你哪会讲安尼啊？你牧师人呢？是啊，因为咱爱对别人所讲、所痛苦有感受，需要训练呢，需要呢，需要。要行信仰的道路，要实践信仰，需要训练呢，需要训练呢。毋是讲坐伫遮尔，行出去，爱认真来去看、感受咱周围的世界。我自细汉就是自私的人，对别人的痛苦，毋是无感觉，我有感觉，但是我袂有任何的行动去改变人的感觉。我常常认为讲人家己过好，家己就好，别人的代志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处理。伫细汉的时阵，你敢讲迄个小朋友伊嘛真残忍呢？你若甲边仔讲，借我一支笔，无爱，伊家己买哪无爱炸？伊当然伊处理家境好啊。伊以前迄个铅笔盒，佫变形金刚的呢。伊个铅笔盒佫水甲呢，拍开佫落支笔伫遐写甲尖，你来，都无爱互你，无一支都无爱借你。我厝里较爽享啊。无人甲我买铅笔盒嘛，嘛无人甲咱买铅笔啊，写铅笔纸嘛无啊，要写鉛笔拢是用即个刀仔咧写嘛，写甲咧短都无啊，要安怎？爸爸妈妈佫无伫身躯边去上课，赶伊写作业，上课的时阵，赶伊老师佫要求爱抄，安时阵咩啊？甲边仔借无头前借无后壁借。你台北囡仔真残忍，知影？真无同情心呢。台北囡仔，我迄个时代囡仔。为什么？家己过好就好啊，过好你家己就好啊。你为什么无是恁兜的代志啊？阮家境好，你毋是我的毋对啊，你家境歹是你家己的问题啊。所以自细汉时阵，我就是互人拒绝啊，招者好，无爱，拜托招者，无爱。到落尾想办法，一支笔，用偌久的，写的时阵啊，写短安尼，慢慢写，到落尾感谢上帝，改做即个圆珠笔的时代，会当用圆珠笔咧写字啊。如果一个问题叫做立可白，你写毋对，袂当用即个橡皮擦去沁啦，我用立可白。迄时阵我的簿仔拢安尼破烂，为什么？因为写毋对想要甲沁下起来，拢有喙烂，甲撸安尼啊。结果拢撸到韩志豪，你的作业本那个破烂，你写毋对，你就写毋对啊！你用立可白嘛，伊要安怎讲无立可白？要边仔招了，世界招拢招无立可白啊！所以我做台北囡仔就是安尼啊！我毋是讲即摆台北囡仔，是讲我迄个时代台北囡仔嘛。我伫天母大汉啊，天母是真好赢，富有的人所住的所在啊。但是不幸啊，我就是宋乡人，我住伊个所在是不幸的代志啊。那大家拢做伙无钱的时阵，快乐。对无？你无我嘛无，你食番薯我嘛食番薯啊，对无？你食番薯好，我嘛食番薯好啊，共款嘛。但是宋乡人住伫有好野人的当中，就亲像咱猎杀都住伫即个财主的伊个大骹会共款啊，无有任何怜悯啦，无有任何的可怜啦，无啦，迄是该死。你出身如何，迄是你的代志；你出身如何，迄是你家己的问题。我食得好，我厝里有好影，我有帮阮祖公有帮阮祖公啊散好我，迄是我有福气。你无，迄是你的代志。所以自细汉我是一个真自私的人。我到大汉的时候，我无法度共帮衬啊。我1仙5钱，我无法度摕出来。我细汉的时阵，我妈妈为着要教我讲你爱较慷慨的，你爱对人有怜悯啊。伊讲摕10块去，遐有一个去食以前伫迄个中华商场中华商场，我台北囡仔可能讲这恁较无啥物印象。中华商场有一个天桥，天桥足侪人伫迄个有去食伫迄个所在讨钱。我嘛个摕10块，我讲你去落伫迄个先生的碗内面啊，
你落伫个碗内面，我真唔甘愿，你知道？10块呢，10块呢，叫我落落去的时阵，人讲，哎哟，谢谢哦，小帅哥，我就讲找我5块，我完全互你，我心内唔甘愿了。哪有人安尼？你甲我找我5块，我伫迄个徛伫迄个去食头前口咧，你找我5块，迄10块就唔敢摕啊，迄10块就顶下我，互你啦，互你啦，当作我甲你抢共我妈真见笑到随走的讲，够见笑的呢，徛伫去食头前，搁共讨5块啦，结果人迄10块都唔敢摕，就摕担转来互你咧啊！我说真自私的人，你受人拒绝，我心当然嘛硬啊，我从心当然嘛定啊。我无得感受，我会当感受别人痛苦，因为我家己嘛足痛苦嘛。我是伫痛苦当中大汉啊！我会当感受别人痛苦，我嘛知影别人痛苦，因为我家己嘛是真痛苦的人啊。我嘛送向人大汉的啊。所以我常常看见别人的代志，我感觉讲我无法度甲帮衬啦。迄是伊的代志啦，家己过好就家己就好啊。毋是我的妈妈教了无好，事实上伊常常帮衬痛苦送向的人，但是我无认同伊所做的代志。一届过年，妈妈讲有一个朋友来找伊讲哦，就哭啊讲哦，真正过年无法度过啊。伊就甲阮兜去订迄个米，以前迄米是用订的啊，你听有无？就是用称的啦。称的，一包一包无称，即摆一包一包拢称好1斤2斤安尼卖啊，爱去用即个箍架去卡米来去称。我迄个年代，恁年岁拢比较大啦，所以伊有印象。买鸡卵嘛是爱去用扣的啦，所以亲像咱即摆拢买无鸡卵的，咱鸡蛋爸爸吼，进货商无咧卖鸡卵吼，拢真济即摆毋知要去啥物所在买鸡卵。若是讲吼有所在好买鸡卵，就甲牧师讲一下，好无吼？所以毋免买互我啦吼，我常常讲一句的时阵，牧师免啦，我买互你啦吼，平常并袂落吼。所以吼，在大汉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啊。我有一届过年的时候，我嘛就甲迄一包米条，迄个真艰苦的阿姨啊，我生气呢。我阿姨前骹走，我后骹我就念啊。我迄时阵我细汉哦，搁达小学1年啊2年尔，我甲妈念讲，家己都瘦到要几粒去啊！你搁甲米条别人，我妈就讲，我过来甲笑笑甲我讲咱是瘦到要几粒去呢？你遐阿姨吼是瘦到鬼看到伊会惊啊！所以哦，咱哦，我就听即句我足生气的。落尾伊搁加一句话吼，我即摆我会记得，伊讲只有艰苦人会当体会艰苦人，只有艰苦人会当帮衬艰苦人。落尾诚做牧师以后，上帝互我真大的功课，我会当去体会别人的痛苦，然后伸手帮衬。上帝透过2个姊妹仔来教示我，为什么用教示？因为饲因，大家爱煮3顿互因食，看因的功课，帮因洗身躯，送去校校，开真侪时间。因妈妈逐工啉酒醉，倒伫咧涂骹。因爸爸家暴，所以因互藏伫迷拢去。搁这2个囡仔就气甲要死。伊搁煮好，真艰苦、真辛苦煮好，伊讲我爱食这，我上不爱食这。你气甲要害。总是到伫听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才渐渐了解讲，上帝训练操练我对人一款的付出，对人的痛苦，毋但是有感觉，也爱有行动啊，也爱有行动。所以耶稣讲一句话讲：我对恁分滴啊，恁无会跳舞；我对恁哀哭，恁无做伙啼哭。就是讲，这个人对上帝话语都无感受啊。所以耶稣才会讲，挡袂牢讲一句话讲：我伫恁这个世代到底爱偌久？到底爱伫这个所在偌久？恁着对我所讲的话，拢无感受嘛？毋若无感受，恁看见你也无行动啊！你也无怜悯，你也无公义，你也无同情心，奇怪！
遮受紧调的遮个人，那遮无疼心？这话毋然是对当初时迄个时阵耶稣时代所讲，也是对咱这个时代所讲。求主帮助咱是会当有即个心软的人，看见然后有行动。我真意爱遮位牧师，伊也是医生所讲的迄一句话，讲甘愿做戆人啊。咱的亲像伊伫要过身，伊过身以后，发现讲伊的亲像有的现金真少，伊会当穿的迄个西装只有一束尔，佫无下束。总是伊甘愿为主做戆人，人会怀念伊。今日是俄乌战争，咱来为着咱即个俄乌战争的乌克兰的难民来奉献。所以有短短影片，咱奉献之前有短短影片，咱小看者有批判无？来看一下短短影片，咱先看中文的好无？我们看那个中文的影片。这影片拢足短吼。受伤的男童鼻子插管，躺在病床上哭着找爸爸，声声呼唤令人鼻酸。护理师只能不停安慰他。这位男童迪马和爸爸才逃出激战区马利波，父子双双受伤，都被送到扎波罗热这间医院接受治疗。同样位于扎波罗热的另一家医院则收治更多孩童，其中就有5个来自马利波。16 марта нам удалось выехать с Мариуполя. Там мы начали заезжать в Васильевку, и на повороте нас начали пускать огонь русские военные. 米莲娜和妈妈在逃亡途中遭受俄军直接攻击，所幸2人都死里逃生。俄国进攻乌克兰至今超过1个月，难民持续涌入周边国家。匈牙利靠近乌克兰边界的城镇萨洪尼也是其中一个站点。How old is she? 5. And she asked if the tank would shoot at us. Yes, because she saw tank every day. 就算踏上没有战火的国家，战争已经烙印在孩子心里。而这位妈妈带着3个女儿逃亡的过程更是惊险无比。So we walked right into the forest for 2 hours. A Ukrainian soldier then stopped us and told us that there were snipers everywhere. They put us underneath shields and walked us to safety because there were firefights everywhere. 如今被迫逃离家园的乌克兰难民已经超过400万人，在战争短期内可能不会结束的情况下，他们何时回得了家，没有人说得准。华视新闻综合报道。我来看第2篇吼。成千上万的人吼，因都离开因的故乡吼，然后过后都讲这消防军歹去统计吼。因攻击嘛是攻击医病院啊，什么所在因拢攻击。然后，这个难民因所食的水甲食物拢是有限的啦。所以欧盟哦，因是咧真济即个临时收容所。
好，咱看到遮就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所以看到遮。我所以讲吼，咱就是爱对，虽然看起来是真远的即款的战争，其实对咱生活影响嘛是真大。所以刘兄弟，咱就是爱对因有感受，会当为因来祈祷，也为因来奉献，求主来带领因，会当赶紧脱离即个痛苦的时期。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平安的世代。总是阮台湾拄着真侪疫情的考验，也真侪兄弟确诊，求上帝你怜悯阮，也怜悯伫困苦当中乌克兰遮的难民遮的兄弟，帮助因会当有平安，帮助因有即个有够用的即款的稳定，因的食物、因的水、因所困的所在，拢会当有够。愿主你来帮助阮，阮献上阮即个一寡的即款的困难，一寡祈祷，愿主你来听阮祈祷，也将阮所奉献的会当交伫至美世，用伫至美世，才会兄弟身上。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阿门。回应诗22首，请咱起立吟赞首。
请坐。即时咱要来奉献，咱请执事来受奉献。咱三个来感谢，至愿至大阿爸爸主，阮满心感谢你。所以，我们为着阮尽所有的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赏赐阮教业用的恩典，你也互阮无欠缺。主啊，阮也特别要将恳求圣神，你将你的听、你的怜悯，甲你的慈爱赏赐伫阮的当中，互阮会当搁较有柔软的心，会当愿意对人付出。阮毋但要奉献互上帝，阮也愿意奉献互人。主啊，恳求你圣神听阮的祈祷，也互阮今仔日所奉献的，你来做上帝的事工，也会当有100倍、200倍的成长。主，阮感谢你，愿你圣神来甲阮同在，愿你欢喜感纳阮所献的。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请。歹势，咱议员要来唱《祝福车恳》，请咱议员徛者。祝祷咱请潘牧师。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信神的感动甲交陪。愿上帝所赏赐满满恩典平安、健康喜乐，充满伫恁，伫打到永世代无尽。
阿阿门。门。请坐。咱今日早的聚会到这结束，请咱列祷了，才离开。